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做在讲心情当好，做嘛该喏，因为我吃到古人样样朋友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气氛，做嘛该喏，等下同大家来小个一只青乡上嘅团队，加到啲我嘅故乡苗栗创嘅一间店，一间店同有特色，还个有同特别嘅结合，等下再过来好好同大家来小个。韩國嘅蔬菜味啊，去年剛開始來開幕，啊，當年可能都有去過，上來喺啲那片咯，細細個來分享嘅，分享日頭嘅阿琪，分享阿琪，分享。大家好，我係日頭嘅阿琪，今日東方起來咗飛起來咧。哎呦，分享阿琪，接下來分享阿妮，分享。大家好，我係阿妮。緊張。對。啊，然後呢，你的台詞還沒講完。對，大家好，我係日頭嘅阿妮。哦，分享。啊，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來分享阿雄，分享。大家好，我係日頭嘅阿雄，然後阿爸阿媽係送天使嚟。你偷準備哦，因為阿琪同阿妮係兩姊妹，韓國都苗栗頭豐年。今日來到節目，要同大家來分享家庭新開嘅一間店嘅，算係新開嘅吧，差唔多。我開一年，差唔多我一年咧。嘅算係起步有一段時間咧，唔過家庭算來。點都好買嘛，該家到既然嘅項目係嘛，該顏色青貼片，因為剛剛有講到人哋嘅名嘅，按到日桃葉同，就日頭嘅葉，然後陶是那個陶土的陶，對，嗰時候就係甜點同呀肥奶嘅作品，陶土的作品來做結合，韓國還有飲料，還有茶飲，所以嗰時候基本一來呀，散灑各自有不同的專業領域代表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開始先來同大家來分享，就係阿群妹嘅親好嘅就係點心，甜點這個部分，韓國我知道人家就親有創意嘅素材，係東上二樓。苗栗客家嘅也有農產品，這些元素想要把苗栗的農產品元素融入到亞洲嘅商品底度，對不對？對。那我們先從第一個是從棒蛋糕，對不對？對。棒蛋糕是加了什麼東西的棒蛋糕？什麼口味的？這一個棒蛋糕它是黑糖紅棗口味的，對。然後我們就是去找了公館的紅棗，然後把它結合在西式的甜點裡面，然後其實它搭配黑糖是那個紅棗的香氣，它蠻明顯的。那我就不客氣嘍，可以直接，因為我知道，其實苗栗鳳州 and 從細就食到大嘛，甚至懂到其他人，我一聽你，比如說阿翔好了，請問你以前有看過紅棗鮮果本人嗎？在沒來到苗栗的時候，沒有，對不對？但是你來苗栗看到紅棗，應該就知道，就是對於苗栗人來說，公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農產品。沒錯，有就是在路邊都會看到很多紅棗的紅棗的樹，即便因為俺媽媽就是春嬌啦，春嬌她的菜園在苗栗市，還偶爾有零零散散幾棵紅棗樹。所以這個就是紅棗對苗栗人來講，這是很平常、很常見的一個農產品。那怎麼會想要把紅棗放到甜點裡面？因為就我所知，鳳棗你想象當中，它就是放在湯藥、中藥裡面啊。你會老點心做窮下，會懂難嗎？不會懂難嗎？每次都還好啦，但是因為我記得紅棗它也是在做在甜品裡面，甜湯裡面，然後也是搭配紅棗啊、枸杞啊，還有銀耳啊，對。然後我記得印象中是蠻好喝的，對。然後我想說，其實我之前還有試過用原味去搭配紅棗，就是不加黑糖，但是紅棗的氣味反而沒那麼明顯。對，但是加了黑糖之後就非常的神奇，它整個紅棗跟黑糖是非常可以相融在一起的，很棒。而且就是你還說到講，因為鳳棗它本身就是感覺好像它只有一點點清甜的味道。不過佢都要在棒蛋糕底度，佢點都含做的涉獵出一些紅棗的那個有一點酸果乾的味道，對，還吃得出來，所以很用心，反而懂得拜嘅測試吧，應該這樣講。對，因為我們又是一開始也是慢慢抓一些紅棗的量，然後就發現紅棗味不夠，再加
然后红枣味不够再加，对，然后就加到，然后也是希望说每一口都得吃得到红枣，都得吃到红枣哇！原来还按用跟红色来做出这样子的黑糖红枣口味的棒蛋糕。也是有亲戚片，因为应该你 no boy 还蛮看到过这样子的商品。对，印象中还没有看过棒蛋糕有做这个口味，对，所以很懂 T P A 懂有没有那个 T 色，很高那个以后嘿，也是我们在可能甜点店呐，你懂在看到的一类产品很多司康。对，它是英式甜点哦。这个司康黑用马该东西周围弄，这个的话是我们近期要准备推出的产品，哦，对，但是开播的时候就已经上市了啦。所以现在要它太咖希都点没独红基饮食类的，对，就是的，它是3亿的擂茶。天哪！对，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爱某暗好色擂茶。不过我越来年纪也太高，就是越来越喜欢那个茶的味道，它很香哎，我觉得是不是？我蛮惊艳的，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日本的抹茶很红，对，大家都是用抹茶口味的，对，但我们的擂茶的甜点就没有像日本抹茶暗斗，对，没错，比较少擂茶的元素，你可以吃吃看，好，我试试看。其实闻就有一点点那个坚果的香气，对，它里面就是还蛮多有什么芝麻的，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就是像我之前是 DIY 去擂茶，然后我喝起来好香哦，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它放在甜点里试试看，很好吃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就是按用这东西很多司康，很多人说吃司康它就是干干的，没错，它就是干干的，但是它就是松糕的概念，对，它也是外酥内松的口感，对，可是它松松的就可以让那个茶含够。擂茶给的按豆给插两这么多杂粮，这么多羊狗，这么多坚果的味道，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种粉的质地，所以透过按种早味这种司康，它就可以更显现出来。对，没错。而且我刚刚真的色类到擂茶跟米西，这个我也是试了3、4次吧，也是觉得一开始不敢下太多，然后又怕它成品会太干，所以我就先放一些之后，味道完全没有味道，然后就一直加，然后这是最后的版本。这个有给妹妹跟阿翔，就是都有试过嘛，在对，一定要对试吃员。都试吃，所以吃了很多，就对，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要互相给意见啊，尝试这样子。对，就我们3个人都要疯狂吃，然后要试那个味道。对。那会不会就是觉得不满意的事，就是说，我觉得姐姐我觉得这不好吃，然后阿启就会觉得。哪有不好吃？我觉得很好吃啊，很常见，真的。我还是会听啦，还是会听啦，就说真的吗？真的没味道吗？真的没味道吗？他们就说没味道，好，我再加。所以。规只团队用下来讨论这件动创业。不过我刚刚讲的就是阿奇负责的这个甜点的部分，那下来就会有问到阿雄夫姐的这个阿翔负责的，就是在饮料的部分，对不对？你主要负责现在在这个整个店里面负责是饮料的部分，然后尤其亚哈带到现场给亚比，同泰家来 sell 给他，听说很厉害哦。就是我们都是用苗栗头屋乡的茶叶，对，所以然后我们都是用原叶茶，所以就是它泡出来的味道就是比较香，然后喝起来的话也是会比较好喝，香气会比较明显。这个颜色我觉得泰雅做的看亚比。来团看呐，这是什么样的茶？刚刚阿翔有同大家讲，他们是用原叶茶，就表示是用品质很好的这些茶叶来泡出来的，这是奶茶嘛，对不对？那泰雅州的来看呐，要叫什么？来猜猜看，这可能是什么茶泡的鲜奶茶？好，给大家3秒，3、2、1。好，阿雄公布答案，这是什么茶泡成的鲜奶茶？这是碰风鲜奶茶，它就是东方美人茶。高级耶！你怎么会想到用碰风茶啊？就是觉得这算是苗栗比较有特色的茶吧。对，而且你做无糖，对，太有眼光了。我觉得做无糖漳州的色类出碰风茶给笨蛋给米西，对不对？对。这店里都是做无糖吗？我们有分微糖跟无糖，对，就是可以依照个人喜好去选择。基本上就是做很不甜的概念。对。但是我觉得
做某甜家嘅好处就是你做的设那个碰风茶它的尾韵。因为碰风茶就是有一个蜜香嘛，对，因为它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茶。你小时候就可以喝很多碰风茶，太幸福了吧？对啊，就黑不灵啊，对阿公阿爸大伯就会泡茶不要的，哇，琼塞就是碰风茶，太新鲜哦！怎么那么好？从小就喝这么高级的茶，鼓手。用七嘎中医的色彩哦，拿来用清厚的，我觉得是黄金比例，然后调出来，按用厚色的茶，有做得了苗栗的特色冰落去，看得出来呀，三妹好上的，同用心啲嘅经营七嘎嘅品牌，咩同用心想要来发展苗栗嘅特色咯，还有等等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非常大家嗰陣咧，復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貓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日桃這一間店，一間店嘅，可以差唔多1年嘅時間，韓國係有3個真好上嘅朋友，到苗栗開一間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亞雜名嘅，我到日桃，當然是很想要讓它我知道諧音一條吧，對吧？對，這麼該不按亞雜名跟大家來介紹一下。这个名字的话，其实是我在我们2个在大学的时候做毕业专题。对，因为我们是读联合大学工业设计系。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做陶艺体验的部分。对，然后就想说，因为是一个体验设计嘛，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取名字跟陶有关。然后陶的话，因为我们主要也是想说手做的温度啊，然后跟带给人家温暖，加上陶在做的过程中，它是需要烧制的，需要有温度，跟你在让它干的时候也是需要阳光。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也可以结合，然后就是想说就取名叫日陶，因为日陶就是客语念起来就有点像日头，跟日头跟日条，对，就很相像。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个店名上面的日桃下面其实是放错误的客语，就是放成是太阳的客语。拼音你对，是拼音是写日日条，但是我的店是日桃。所以意思就是你会吐出来，要念出来的人，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它有太阳、有温暖的意思。对。啊，很用心哎。但问题是这过程阿翔他有同意吗？那你有理解这件事？你觉得这个创意是你也认同的吗？有，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是2个一起讨论，然后就是讨论了很久。对，然后我们在招牌上面，我们也是故意选说是一个太阳造型的一个招牌，对，就让它的意象可以更表达出来。它的 logo 上面中间其实那个除了一个桃字之外，中间是有一个圆形，它是太阳在上面，好可爱，旁边是云这样，而且外面的那个招牌的轮廓也是太阳，对，很可愛。其實我一開始咩喺啲啊，社群嘅媒體當中呢，就滑手機，就滑到你們，然後覺得天哪，好可愛的名字哦！有冇想到原來喺上面按後上嘅佢嘅店咩？嗰首叫咩？當然係也有搶到人家的來到節目當中。剛剛我們從這個訪談的過程當中，應該有稍微感受到，其實3年就是各個負責某 Q 用嘅部分，像是阿翔負責茶，然後阿奇負責甜點，然後阿妮就是負責陶的部分。嗰首3年7家有7家做的事情，唔過佢規間店嘅都向定一個主題去前進，要個主題就係苗栗18個鄉鎮有什麼特色，而想辦法然後給收集起來。真的啊，真的对，我们的目標就是要收集完，就是苗栗18鄉鎮代表性的特色。好難呢，非常難。公館不，紅棗應該算公館，對，算公館。桃也是公館的，桃也是公館的，擂茶就3億。對，然後我們的茶就是碰風茶，調味。然後我們其實店內還有杭菊的產品，還有杭菊的產品就是銅鑼嘅，對，西炸的，然後還有牛奶，牛奶還有俊南嘅。
四方牧场，对，哦，很厉害耶。对，所以就是还有一只黑胎腐草莓跟草莓醋，我们有一个草莓醋的产品。哦，所以就是想办法用亚，因为美丽笨蛋就很多农产品，但是现在还在慢慢的收集当中。对，收集陆续在收集。很期待，我有知道按用迄亲油美丽 T 恤的一件店的，韩国美丽 T 恤总嘛该贴片都对家都按从有弄，爱知道。家到跟店的跟 VM 有关系，因为其实你们的店的位置是蛮多观光客的，因为去年就有开一个很多火车头园区，外面有戏，不过动人，2年的时间人很多。你们的店开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开这里，但是其实会比较少被人家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在蛮里面的地方，但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铁道的，所以我们的店面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火车进站跟出站的，对，很浪漫呢，所以会比较隐秘一点的地方，对，所以大家就是进去的时候可以就是留意一下，注意一下，真的耶，对，它是可以直接在用餐区里面可以。就是有火车经过，因为其实我有去过火车头园区不过我也按用开，我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店呢，我不知道有这样子一个角落，黑做的看得到火车行过去，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而且你底部的东西又轻有美丽的 T 恤，所以观光客来应该会觉得印象很深刻。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虽然它在很里面，但是我们一眼看到就决定是这间了。对，但主要就是有火车的景色啊、景观，然后再加上它有一间就是专门做陶艺教室，而且前面还有一棵大树，对，好幸福哦。对，感觉就是很适合在那边筹备啊，土狗一类懂游喊给行租头。但是是不是假日的人会比平日的人多？就平日可能没有太多人。对，没错，假日人就是观光客会还蛮多的。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在一个同人我可是去有料的素材，来推出美丽 T 恤按用的产品，来做同今后的一件事情哦。好，讲的按度，接下来要讲到阿妮的专场了。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阿妮做的陶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很特别耶，而且也是苗栗特色哎。对，同大家分享一下。好，你要先从哪个？那我先从龙腾断桥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苗栗代表的作品这样子。那它这个产品呢，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展示的东西，就是可以供展示用啊。它其实还是可以吹奏的，它是一个陶哨，就有点像是火车进站时那个车长会吹哨的那个声音。对，是可以示范吗？可以，这个就示范的话就交给阿香。那因为它有点大声，所以收音要小心。好，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好。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好可爱哦！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啊，它其实很像是一个印章的，就是刚好这个姿势也很好拿。我们就有做一个印章的底座。那如果去到日陶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它的底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平安啊、健康、幸福这些字可以选择。好可爱哦！眼看的 T 恤就是只有懂电影下，这个也是你们毕制的作品，对不对？不是，它其实是我们毕制结束之后，因为老师教授的关系，就是有认识联大还有一个青年回游工作坊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就是才产生了这个作品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赛的话，也是在那时候有得奖。第3名，重赏鼓励，冬天会吃到青油苗栗嘅 T 恤，很棒。对，韩国那我以咧从蓝色同无色的那个罩盘，真的像一片叶子的。对，这个像一片叶子的形状呢，就是其实是苗栗县的地形。那我们就是用苗栗县的地形去
去做这个灶盘。然后苗栗县的话，因为它也有那个后龙溪是主要溪流，就是它是贯穿整个苗栗的。对，所以我们就是中间的那个引水线，就是它排水的地方是做后龙溪。那因为苗栗山城环绕啊，在拿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有把就是像山城一样这样拱起来。那一方面香皂也不会碰到那个灶盘，不会说很难拿起来这样子。太有才华了吧！因为就真给就是灶盘基本上就是有一条就是引水的那个，不然灶会湿湿的嘛。然后这个隆起的部分就做在本个茶壶做在不用到蛋糕，就不会涩不涩。很有创意，这个应该蛮受欢迎的吧？大家看到应该会觉得它很特别。对，而且还做了2个颜色，深色跟浅色的。对啊。哦，韩国那个嘞有一个小磁铁。对，这小磁铁的话呢，就是它是苗栗市的地形。我觉得很惭愧，我我带苗栗市按叫的，我带苗栗市有半年的时间，感觉我们苗栗市的梯形是长成这样。对，它就是这个区块就是苗栗市。其实以县市来说，我在做的时候也发现苗栗市最小。对，苗栗市是最小的。对，然后就是上面有打客家话，因为我们想说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客语，所以我们就打客语的那个苗栗市，苗栗市在上面，然后跟苗栗市有的棒龙文化啊，里面有一只龙，跟有著名的新东大桥，然后我们在火车头园区的元素浓缩在一个小磁铁里面。真的动用心的，没想到。对安样的艺术品啊、生活用品啊，一直到亚色的东西、点心、饮料，也啥物好上瘾，就动上我的老也苗栗18乡镇的题材全部变落去，还有等精彩的内容会同大家来，所以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一間店嘅按到日頭，唔過愛喊日頭哦，愛講日頭哦。一間店嘅係有廿三個清後生嘅家到組成啊，阿妮同阿尚家到係太好嘅同學，到苗栗聯合太好讀書。阿妮同阿琪係姊妹，嗰時候30年呀，全部就都一間店嘅，就統一都一間店嘅，都在這裡工作了。對。很厲害，一件店咩都上愛清亮嘅樓，苗栗嘅特色全部變到地度，唔但搶到飲料、甜點，還有多呀飛野陶土的作品蛋糕，全部就清亮係用安樣嘅主題來呈現嘅，知道真件當用心啲嘅推廣苗栗，然後叫做搭樹真件，還有除咗安樣以外，因為像安樣嘅陶土嘛，其實苗栗在清早以前，尤其係公館有隻所在，就係清早有啲嘅做飛野。有在做陶土的地方，也有跟这个苗栗在地有做一个合作，对不对？对，这就是大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授介绍我们去公馆的东一陶瓷厂，然后就一直从毕业制作的时候就开始有合作到现在。对，所以我们的陶啊都是他们烧制的，然后跟像我们龙腾断桥要开模也是结合公馆的那个陶瓷石膏模技术。对，然后跟老板去讨论啊，开模的方法哪一个比较就是顺畅，对，就是比较不会影响到它的外表成品这样子。对，这个也是新的技术，算新的技术，就是用以前的，其实算是以前的，就是装饰陶瓷，它就是主要就是用石膏成型的方式去制作，对，所以就是算是拆梯算是传统的对。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那时候在做毕业专题的时候是想要就是复兴传统产业，对，所以才选择陶艺。对，因为它在生活当中就是
确实跟台北比起来是少了很多陶器呀、或是瓷器，你看就是很多塑胶啊，或者是不锈钢啊，对，但是就少了一些比较手感的、比较传统的东西，所以其实你们内心也是有这个老灵魂，想来老亚的 Q 东西，就是把它这个技术再找回来，而且其实这个技术一直都在，对，品质也很好，对，希望它可以继续保持下去。韩国有做的费用没有力给提升，哇，真的是我觉得是做了东斗封面给结合，而且这个整个一路的过程应该会对你的特殊的时间，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对，慢慢一步一步延续比赛，然后去参加市集什么的，对，一步一步推广，对，就是也是谢谢东艺陶瓷厂这么就是一直陪我们继续，就是因为我就很有想法，但是因为做的时候是需要技术考量的，但是老板都很用心的帮我把它生出来，很棒哎。对啊，因为本来会想说就是可能传统跟调感他们会说就是会想要遵照传统的样子，但其实他也很愿意接受新一代的想法。对啊，所以就是很有这个福气。好棒哦！我觉得没有烈焰了，也没 Q 用了，有一种与有龙焉的感觉。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种与有龙焉的感觉。对，所以其实贡豆亚，如果说大家想要自己去手捏陶的话，也是可以去店里面体验的。对。有 DIY 的活动，这个 DIY 活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吗？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也有那个像是龙腾断桥 DIY，我们是彩绘，就是我们用素胚，这个是有上釉的样子。那素胚的话，它就是像是白色的，对，然后它就是可以自己彩绘它自己心目中的龙腾断桥这样子，因为其实它那个纹路啊，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陶艺体验 DIY， 就是体验陶盘。对，捏吗？对，捏一个陶盘，因为手捏的话才会有温度的感觉，然后跟它可以自己刻画出他想的样子啊。然后我们同时也有提供就是我们绘制的一些亚克力的模具，那可以压制图案，让2、3岁的小朋友不会做，也可以做纪念。对，应该唠到你的练功矮，没有美术天分有没有？我就可以拿印章啊，2、3岁生意呢没做来做，还够图矮穷用，我们该送饭，我们该冲一眼，也可以就是有偏偏呢就拿来蹲一下，有个很可爱的花纹，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需要预约吗？这个的话就是现场，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们就是会直接可以进来捏陶。对，那如果要预约的话，就是有时间，我们就是会安排好控制那个时间让你们进来，不会让就确保一定有就对了。好，鼓手同大家来分享一件。动有特色嘅店的，做得做很多事情，做得单纯去说咧下煮茶，咩做得去做一下这个动手做的 DIY 体验。我知道营业的时间就懂好安排，错冇？所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后手菜。上下来节目节目当中也有唱到3妹和3妹，我还蛮期待这个桥段的哦。这个 FOHI 卡拉 OK， 我们要来快问快答。好，同时回答哦，3个人同时回答哦。3个人里面谁最外向？阿 K， 阿 K， 阿 K 是发言人，对不对？好，那谁最内向？阿雄，不会，我觉得你今天表现蛮好的。谢谢。虽然比较腼腆，但是我觉得给我有东西会同来分享一下就做的事情。好，那如果说要带第一次来苗栗的朋友来苗栗了解发音的，我想要带给他哪一篇？会想要带他去哪里玩？阿翔先好，我怕你们讲完阿翔就没得讲了，他不是苗栗人。就应该就是火车头园区。火车头园区除了做的去牙的个点以外，介绍一下火车头园区，其实里面也蛮好逛的，对不对？对，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火车，就是火车展示、列车展示，然后也有可以撸猫啊。撸猫，对。对，然后外面的话也有一个商店街，都有很多的就甜点啊那种。咸食类的也有，对，然后也有面包店，对，好，火车头园区，好嘞啊，我们你好有想到吗？有想到可以带朋友去那里玩吗？其实我觉得3义圣心那里很好玩，我蛮推荐的。
对对最近有新的那个天空脚踏车吗？那个东西？那个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去那个就是龙腾断桥，这个也是我去3义的时候踩那个自行车，然后我觉得买纪念品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着就是想说想要有一一个龙腾断桥的摆饰，感觉也很不错，但是我那时候找不到，所以你就自己做了，太厉害了，还可以这样子的。对啊，好啦，就是好3年同好搞啊，龙騰团橋同好看啊，不过纪念品做得去日頭買。好，来问阿奇，我会想要带大家去头屋的那个明德水库那一边，我喜欢呢，它那里有一个吊桥，还蛮漂亮的，可以去那边走走看。它会到一个岛，小岛叫日星岛，对，那里可以有蛮多动物可以看。我知道有孔雀在路上走来走去，对，真的是路上走来走去，对，没错。我觉得亚德社这个景点都算蛮私房的耶，所以呢，同大家来分享亚三妹来苗栗的好赏的。那我们再来一题好了，我们选出一样可以代表苗栗的美食，你们自己心目中觉得很代表苗栗的美食，会不会太难？阿奇先，水晶饺，我也是，我喜欢我水晶饺，很喜欢吃水晶饺。就是在那个南苗美食街里面，对巷子里面很多间，全部就懂后色。来，阿妮。睡伴睡伴呢？睡伴呢？我们苗栗人都会有推那个车睡伴呢哦，有推到头屋去吗？没有，但是那个福利中心前面那边之前有也有，对，现在搬到那个火庞龙市集旁边。啊，睡伴呢？然后阿翔有想到吗？我是那个菜包，你也喜欢吃菜包？对，其实水晶饺我也很喜欢吃。我觉得你内心要变成客家人了。对，因为其实我阿嬷是3义人嘛。哦，对对对，所以对客家庄也是稍微蛮熟悉的。哦，好啦，今日非常神梦呀，三妹好上日来到福喜来同大家来分享家的做的事情，大家每做得来多支持家的，请口上请上的推广苗栗，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为什么天是几头前观众朋友嘅实况游戏还看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